持嘅朋友，已經嚟到台前準備啦喎。今日係 Coffee 同小丸子嘅大日子。據了解，新娘 sorry 係新郎 Coffee 為人刻苦耐勞、勤奮好學、相貌堂堂，可以話係有目共睹。而呢位出類拔萃嘅美男子喺佢非凡嘅實力之下，打開咗一位美麗姑娘嘅心扉。而呢位 Coffee 為之瘋狂嘅新娘，就係今日嘅女主角小丸子啦。小丸子小姐溫柔可愛、美麗大方、人見人愛、車見車載，簡直就係貴婦九族嘅典範。今日 Coffee 同小丸子嘅結合真係可謂天生一對，天造地設。佢哋唔止真心相愛，而且雙方家長亦都非常支持添。所以唔使好似羅密歐同朱麗葉咁要私奔咁撈搞，而係高高興興、喜氣洋洋咁搞翻個同大家一齊共度嘅難忘中式婚禮。而家新郎同各位兄弟正係出發去接新娘，接新娘邊有咁簡單啊？除咗要求開門利是之外呢，新郎亦都要勇闖姊妹們嘅重重考驗，以證明作為老婆嘅新娘子目光鋭利啊！揾到個可以為佢披荊斬棘、勇闖難關嘅新郎。咁新郎哥同兄弟團加油啊！究竟到時係會馬到功成，定係俾新娘百般刁難呢？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，唔好行開。你